立法院书委会昨昏考察台北地检署，问到侦查无公开执行的情形，去互外界质疑讲是想要干涉司法。那也立委吴宗宪讲，毋是针对个案，毋过北检违反侦查无公开的事实一再发生，希望各界会当重视这个问题。也那民众党立委张启凯讲，侦查无公开效果若是无好，会减少法务部预算。这样子的红楼处拉起采访线，以避免媒体跟当事人间会直接冲撞。甲立委介绍台北地检署的媒体区设置情形，并且入去案件受理中心看作业流程，也有警备车出入的车道，少提嫌犯的空间，也是立委关心的重点。不过，立法院书委会考察北检有关侦查无公开的执行情形，拄好伫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裁定 NR 了后，外界质疑想要干扰司法。我再三一直强调侦查不公开违反的问题，即使到上个礼拜都还有很多的讯息泄露出去，所以本次来跟个案完全无关。因为柯文哲在最近这2个月来泄密或者违反侦查不公开，这太严重。既然人民纳税钱要你把侦查不公开做好，维持我们法治的一个基础，连这个都做不好，那这笔预算很抱歉，我们会大幅的删减。张启凯强调，这个会期是预算会期，法务部检察署1亿的预算内面就包括侦查无公开的施行，讲若是效果不好，就会太预算。不过这边考察，民进党立委是拢无来，用行动表达反对立法干预司法。我这个时机点当然并不恰当了哈，因为这很容易让社会各界认为说是不是立法院在介入到司法哈，在对司法施压了哈。侦查不公开，其实一直以来，其实我们相关的规定也好，或各地检署在落实执行，或检察官在落实执行，其实我们都有要求啦。那检察官他们也会具体来做了啊。针对吴宗宪到底考察北检，民进党团书记长吴思瑶质疑，可能会造成北检逼迫侦查大公开，违反侦查无公开的原则。法务部是回应，侦查无公开本来就有规范，尊重立委考察加审预算的权责，会搁再加立委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